问题没错啊，这个不能猜啊。谢谢。我们今天来探望我们的林老板啊，林隆基老板主要的就是来看看我们离乡背景到台湾来创业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书店所以我们也来亲身体会一下哈，在整个过程当中，香港的人民所经历的这一些挑战吧，好，那我们要感谢林隆基老板在过去到现在这段期间对于香港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坚持，那也代表台湾人表达欢迎之意。那但是毕竟是离乡背景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台湾人都希望向您表达温暖之意，那也希望你在这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努力，为自由民主在的发展一起来努力。那同时也是来了解这个香港的朋友要来台湾，或者现在在台湾他们需要的什么样的特别的协助那同时也告诉我们的林老板还有我们的香港的朋友我们现在政府已经成立了专案的工作小组来处理，并且提供协助给我们的香港的朋友。那今天来就是再一次的谢谢你为民主自由的坚持，也表达我要谢谢台湾朋友，谢谢蔡英文总统，谢谢谢谢。其实我以前常常到香港去，因为我在英国念完书以后，很多的专业的书，比如说法律专业的书都要到香港去买。但现在不行了，那个最大的汉国博香港都是我以前都到 Alexander House 去买那个法律专业的书。对，法律大奖。对对。那个是。所以那顺便我也会去看一些中文的书，所以其实香港的书店对我来讲也是。关于香港，如果是出版来讲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这块版书店，其实给香港开心很多。起码他在台湾出所建立的然后我们从香港订台湾的书，有的时候高兴的，因为有一些中本香港的这个书人的市场，所以这个好多好书都是不好买。这边因为我们挑书是比较少，所以现在比较一大堆都是非常棒的。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说，因为毕竟网络时代出版书是挑战性更高，所以我们也一直想在政策上怎么样让出版业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要谢谢你在这次开了让我们可以亲身体会收获